要请家长特别来注意，国内出现到第二例儿童脑系统炎症的症候群。这个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病院所收的5岁小男童，确诊的时阵是轻症，恢复健康了后，将近1个月开始来发烧、烧袂退，经过诊断，都是得到脑系统发炎症候群。医生特别来提醒，囡仔确诊了后的第2个礼拜到第6个礼拜，若有发烧加上腹肚痛，都要特别注意咯。尤其这种儿童脑系统发炎的症候群的症头，甲川架症，也就是脑系统血管发炎症的症候群，佫有淡薄仔相共。这个喙唇拢会泛红，或者是起红疹，所以看医生的时阵，都要主动甲医生讲，囡仔进前有胃过病毒，安尼对医生的研判。对医生研判病情较有帮助。就算囡仔直靠药材注射，儿童确诊的个案继续增加。除了注疫苗防止重症，国外细儿确诊恢复了后，出现更较严重的症头。因为台湾已经出现2例儿童脑系统炎症症候群 NISC 的病例，其中1例是8医来受治。那吃退烧药没有什么效果，那最重要它还会有腹痛，然后会拉肚子。那这个在这种情况之下，目前的我们就进来以后，我们就马上给他想到这是一个多发性的发炎症候群。这位5岁囡仔4月30确诊是轻症，想袂到过伫要1个月了后，开始伫发高烧，拢袂退烧，连续烧7天，经过2间病院治疗了后，转去8医，医生第一时间予伊免疫球蛋白治疗，好加再成功控制病情。目前囡仔已经出院。甲全台湾头1个10岁囡仔相比，第2个5岁囡仔2个人拢是轻症，不过拢伫确诊了后的1个月内出现 NISC 的症头。无共的是10岁囡仔有生背啊，骹手拢肿起来；5岁囡仔是发烧，佮有腹肚痛为主。高烧不退，那我个人的经验里面会出现腹痛。根据国外经验，就是差不多3000个感染确诊的有1个，及早治疗应该会更少一点。目前也有人说可以到1万。中南部确诊数也在增加，外界烦恼 NISC 可能嘛出现伫中南部。确诊完过后，大概10天以后呢，就要特别小心 MIS-C 的一个发生。那 MIS-C 的时候呢，它有一点类似像川崎症的症状。嘴巴会红，身体会有红疹这样子，然后有一些人甚至会有这些胆黄素上升，这些症状。儿童确诊，除了注意脑炎恢复了后，嘛要特别注意敢有 NISC 的镜头，家长嘛要特别注意。好来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